立委陈廷辉表示，迎接2024龙年，今年的龙年造型，开运的红包特别设计成拢有新的造型。圆形的巴肚除了象征旧钱币招财，嘛象征求囝好运。更加重要的是祈求大家拢平安。龙年的这个钱母红包的正式公开亮相，然后正式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今年的设计是什么哈。那其实已经是第6年了，我们跟博丰我们的平安安平这个创意文创一起合作了6年哈。其实一路来6年过得很快哈。但是那一天有一个年轻人跑到服务处跟我讲说，刚好遇到我，然后一直追着我说，你们的1元红包龙年，今年是龙年，什么时候要上市，要出现，要能够跟大家见面哈？安平平安非常强大的创意那跟廷飞以正我们结合在一起那推出连续6年那真的是询问度非常的高那到现在服务处都还在赶工当中，因为需求量很大，希望把这个1元红包这个大家拢平安这个1元红包可以分享给大家，所以服务处还在加紧赶工当中那今天终于可以亮相跟大家见面。那现场我们看到说这个还有彩色的这个金龙所以我想真的谢谢我们安平平安我们施伯峰老师他们的团队他们的创意那我想也很期待未来每一年都可以有更多美丽的这个1元红包跟大家见面，也祝福大家在新的1年大家都平安，然后这个钱母红包让大家把钱摇进来，那也欢迎大家我们现在开放索取，那一个人就只能领1只领1只这个小那个平安。这个大家拢平安，这个漂亮的龙那也祝福大家在新的1年大家拢平安。有了安平平安文创业者施伯峰，加立委陈廷辉，和议员陈义珍合作，连续6档发挥创意，除了1元富士龙年的开运红包，另外还佫设计如意造型龙如意，和圆龙造型的小龙药，做是圈仔，希望为新的1档增添福气。立法委员连续多年来支持我们安平的在地文创，那我们从猪年到现在走了第6年那今年龙年我们想说龙是一个很好的意象那首先看到这个龙的肚子是不是圆的我们是用古钱币代表龙有吉第2个当然龙平安了第3个其实台湾现在少子化所以其实需要什么？需要多生一些小孩，所以龙五心龙五心所以有求财。求子求平安，在今年的龙就呈现出来了。另外，我们这龙里面有2个主题，一个是尾巴拉长的叫如意龙，平安龙如意；然后一个是圆形的叫平安圆融，圆融。那我们今年呢，除了有这个主意象之外呢，我们也做了什么？看我们 T 恤，对吧？我们大胆的尝试一个芥末绿，因为人生要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那第2个是什么？我们做的是小龙药，这是我们的钥匙圈小龙药，那荣耀台南、荣耀台湾都是我们这个最在地的人情味，也是我们国人的期待。因为开运的红包，目前服务处人员正加紧赶工，每一个拢是由志甲妈妈加工而成。服务处预计伫过年后，结合龙年造型的红包，举办亲子彩绘活动，同齐来发送，欢迎民众会用到北区或者是安南区的服务处免费来索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